老师您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放学晚了，让您久等了。是你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夏林熙同学是吧？你认识我吗？蒋正涵，你还跟我装蒜？哎呀，同学，你认错人了。那个蒋正涵是我的弟弟，在下蒋正热，幸会幸会。我热你个头！哎，你还真是什么钱都赚，什么工作你都做呀？你干什么？是不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对你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？蒋正热老师是吧？是。你知不知道我今天过得有多精彩？今天我是因为你弟弟，我在网吧损失了205块钱，然后我又写了人生中的第一份检查，然后你的朋友正在进行一场冒险，而且很可能遇到一个很特别的人。特别的人？我了解了，我这个弟弟确实很过分，我回去一定教育他。今天我们就先把课业任务完成，让我把这个工资给拿了，好吧？你拒不承认是吧？行，好啊。既然我跟你们兄弟这么有缘分呢，那我现在就去问问我妈，不知道她有没有确认过你的身份。等等，给我10分钟时间解释行吗？到时候再揭发我也可以啊。这照片是被你扣在这儿的吧？还你知道学生是谁，你还敢来？你胆子可真大呀！作为家教，我可以保证我的工作质量，提高你的数学成绩。以你的成绩，你有什么资格教我呢？其实我也挺纳闷的，你说，原来学霸也会请家教。我理解你不相信我，这样，我们比试一下，如果我输了，任你处置，行吗？你激将我是吧？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但是如果我赢了，你又想打什么坏主意啊？一个看似温柔且充满智慧的少女，竟然能战胜狮子。那你先说说，你输了该怎么办吧？主动告诉你老妈真实情况，当然我也会跟你道歉。但如果我赢了，你就要让我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谁耍赖，谁是小狗。行。这个少女的勇气和胆色，实在是令人敬佩。如果是普通人，怕是连走进狮子都不敢想吧？那当然了，我这个朋友啊，可是特别的厉害呢。我不管你是蒋正涵还是蒋正热，你都得愿赌服输。就算你答对了，我先答完的也算我赢了。可是你都没有看过我的答案，你怎么知道我输了？不用看啊，我用的最简便的数式。这道题的 P 点与 Q 点之间的距离是3厘米，认输吗？1
1分30秒，你用了3种解法。要不然，如何胜任老师之职啊？这是2003年的模拟题，保不齐你已经做过了。那这样，我们再比点别的。比什么？学习以外的。说时间。谁快谁赢喽。好，我来打乱。准备，开始。